核安会早起去立法院报告全球核能发电的趋势，针对2050年零碳排的目标政策能源的选择敢有核能呢？注意陈东阳是表示讲无法度完全排除。另外，针对核三厂2台机组停机了后，会减少6趴的电，经济部是表示讲已经有备案咯。 总统赖清德要推动第2届的能源转型，行政院长邓英泰表示，非核家园是袂当放弃的目标。不过，有关有真侪部会首长态度是无排斥重启核能，要安怎解读赖政府对核电的态度呢？我自己觉得啊，有点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哈，又想报又想不报，又想签又想不签哈，犹豫不决哈，两者关系非常暧昧哈。 国民党立委甲卢军直接提出家己做的非核家园新主牌仔，问核安会主委陈东阳甲经济部处长林全玲，敢愿意甲这块新主牌仔接倒来咧？核安会是独立的机关哈，我当然不能有这个任何的立场。我们是执行机关，执行机关就依照相关的规定去执行这样。 早起核安会去到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专题报告，国民党立委洪炳凯关注核三厂2台机组，伫今年甲明年停止运作，供电就会减6%。经济部回应讲，已经有相关的规划，不过有关受到质疑，恐惊了袂到未来愈来愈侪的用电需求。那台湾未来10年就是会有30%的电力成长，那你又不要用核电，你的再生能源有办法在未来10年内可以成长30%吗？ 所以到底敢有欠电呢？我们认为没有缺电的问题。 目前全世界使用核电的现况比例是9%，有关有416台机组当咧运作，以美国94台上济，法国甲中国是56台排第2。目前全球有关有59台新的机组当咧起，中国25台占上济。经济部指出，选择核电减碳的国家有英国甲法国，支持核工业发展的有美国甲韩国，考虑安全核废料也有非核的是有德国甲奥地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